Fanny 嘅塔羅秘密力量已經出版咗啦，各大書局有售，大家一齊去買啦。2014年8月天蠍座嘅運程，咁我見到咧，你會覺得自己好有能力，可以做到好多嘢，或者你老闆亦都俾咗一個好好嘅 project 你去做，你突然間就會覺得我完成到呢個 project 咧，咁就發達啦，咁啊應該可以一舉成名啦，令到好多人對你另眼相看。於是咧，你自己就夾硬去接咗呢個 project 翻嚟，但其實你係冇咁大個頭去甩咁大頂帽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當你做落去個過程裏邊，你慢慢發覺，咦？點解要搞咁多嘢㗎？原來要做咁多濕星嘢㗎，要跟咁多唔同嘅 department 嘅嘢㗎。於是你開始發覺有好大壓力，甚至你慢慢會發覺，誒點解理想同現實會出現咁大嘅差別嘅？於是真係唔知自己應該點算。嗰一刻你就開始咧，就不斷你用你嘅甜言蜜語，想說服你嘅同事幫你一齊手去處理呢一件事。但係點知我見到咧就係佢哋唔會認同你嘅，佢哋只會覺得，咦你傻㗎，你係咪掉緊一啲好無謂嘅問題俾我，或者你係咪掉緊一啲好麻煩嘅嘢俾我去跟啊？咁跟住佢哋就好似唔想理你，亦都唔想協助你。喺嗰一刻咧，你就覺得自己好似，你做咩背叛我啊？你哋做咩唔認同我啊？做咩唔企喺我身邊啊？於是令到自己有好大嘅壓力。咁如果翻返轉頭去講嘅話，其實我就想提醒你喺呢一個月裏邊，真係唔好突然間好大喜功，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好多嘢之後，去勉強接一啲超越你自己能力上嘅事。當然我會明白，可能大家做嘢有陣時可能都係要做一啲突破嘅，或者要做一啲同平時唔一樣嘅嘢，你先至可以去創造到更加多嘅機會，或者可以創造到更加多唔同嘅效果。但係今個月不如靜一靜，守一守，將你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做好佢，同埋唔好突然間貪心，咁你就可以避過咗好多無謂嘅問題㗎啦。記住啦，希望幫到你。